欢迎收听7月24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1章21到28节。撒母耳记上1章21到28节，无限赛局的决胜权是什么呢？找回初心，忠心于你。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箴言4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在疫情当中可能更是如此哦。疫情下呢，重创了许多的产业，其中我们所知道的旅游观光产业更是在疫情当中重创。在这许多产业纷纷用无薪假和裁员来自保的时候，面对在疫情头1年就已经失去了85%的住客，金华酒店却率先喊出不减薪不裁员的策略，直球对决即将要面对90%营收消失的危机。2年过去了，金华依旧稳坐全台饭店营收王的宝座，更成为全球唯一在疫情下获利的饭店集团。很多人想，这位董事长潘思亮他如何带领他的团队办到的呢？潘思亮在这里说世界上呢最浪费的2件事，第一个就是虚度时间，而第二个就是白白浪费了一场危机。其中的关键心法是什么呢？就是要找回初心。找回初心等于我们找回了决胜权。而我们今天聆听 Podcast 的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个决胜权不在于我，不在于你，而是在于那位天上的你。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奇迹发生了。哈拿是原来不生育的，如今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生下之后，又到了要上示罗当时这个献祭的地方，这个宗教敬拜中心。以利加拿他要出发之前，想要带着他的妻子跟孩子去，但在这里哈拿他回应他的先生说，等孩子断了奶，我就带他去朝见上帝，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她的丈夫听完她说，就说随你的意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愿上帝应验他的话语。应验什么话语呢？还记得吗？当哈拿她在那痛苦当中，在那失落当中，在那个苦境里面的祷告，哈拿没有忘记。当她听见了经历了，然后得到了这个得来不易的儿子，她没有忘记上帝起初赏赐她的那个赐福。她想要还愿，还什么愿呢？就是她在上帝面前起誓，从前站在这里向上帝祈求要一个儿子的愿，如今这个儿子得到了。当我们领受上帝的赐福得到了之后，我们是会觉得舍不得，还是我们会愿意将那当得的荣耀，将那个原来赏赐我们，使我们得着赐福的这个恩典，我们回应上帝呢？哈拿在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很棒的榜样。他祈求为了要得这孩子，但他深深的知道这个孩子是从上帝而来，而他向上帝所说的话，上帝他听见并且守约施慈爱。如今他也回应，哈拿也回应，他不是将这个儿子好像得到了之后就占为己有，他深深的知道在这场赛局当中，使他得胜，使他脱离羞耻，使他得着儿子，重回这个价值，是这位
赏赐他有儿子的神，所以他把儿子献给耶和华。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是双重意思，除了还愿之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归荣耀给上帝。当人回到那个初心，回到那个上帝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的心因着他的爱，因着他的真理而得着满足的时候，我们是活出爱，活出真理，还是我们得着这恩典，但我们不愿意分享出去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哈拿的这个决定即将要带来以色列民族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位将来的先知，这位将来的祭司，这位将来为以色列国来开国的一个重要人物，即将要影响接下来的世世代代。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女性，一个原来在人看来没有价值的女性，却因着上帝的恩典被提升。她也愿意主动来回应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她也守住这个约定，找回初心，并且是忠心于上帝。这对我们来说更是提醒我们，在这动荡不安的环境和复杂难解的人心当中，特别这2-3年，我们真实的初心是什么？那个起初上帝呼召我们，带领我们，感动我们最初的起点是什么？我们如何在各样的变化中继续坚持着合乎上帝心意的行动呢？恳求主来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我们都要认定这位赏赐我们、赐福我们，并且能够保守我们心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你要我们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深深的知道，带领我们的心的就是我们一生会接下来发生影响带出结果的果效。主，谢谢你的恩典，你保守我们的心，更是要求主你来引领我们的心，求你来拥有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为主而活，让我们的心来经历在主里面那个无限赛局的决胜权。这个权利不在我们自己，而在于你。当我们与你连结，主，我们就在这决胜权当中，是你决定我们能够得胜，所以我们要来依靠这位使我们得胜的神，也唯有你能够让我们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上帝，你是翻转生命的上帝，你更是赏赐奇迹的上帝。主，恳求主你来保守我们的心，不论我们现在是正在那动荡不安，是正在那黑暗当中，是正在那挣扎里面，恳求主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活在你所赏赐我们那起初的恩典、起初的呼召当中，使我们坚持合乎你心意的行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在这无限赛局中与他连结，来经历在主里的决胜权。这决胜是在上帝的手里，只要我们行在他心意里面，我们就要经历在他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得胜。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